挪的后生闪含雅弗的后代记伫下面，洪水以后，因拢生了后生。雅弗的后生是高苗、马国、马代、马元、土伯、米色、提勒。高苗的后生是雅实、基那、利法、托加马。雅元的后生是以利沙、他实、基提、多丹。这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、海岛分归其大，各随各的方言、种族立国。含的后生是古实、美斯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后生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菲他、拉玛、撒菲提加。拉玛的后生是示巴、底但。古实各生宁录，伊为世上英雄之首。伊伫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拉户，所以俗语讲，像宁录伫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拉户。伊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阿甲、加尼，拢伫示拿地。伊对迄地出来，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别、加纳。甲尼尼微、加纳中间的利先，这就是迄个大城。美斯生罗家人、阿拉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托希人、巴西罗舍人、加苏罗舍人、加菲托人。对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。迦南生长子西顿，阁生何，甲亚波士人、亚摩利人、哥加撒人、伊比人、加吉人、泽尼人、阿瓦底人、斯马利人、哈马人。后来迦南的祖族分散了。迦南的境界是为西顿向基拉尼的路上，直到加萨，搁向索多玛、俄摩拉、阿玛西边的路上，直到沙拉。这就是甘的后裔，各随因的种族、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国。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，伊也生了后生。闪的后生是以兰、阿述、阿伯萨、罗德、阿兰。阿兰的后生是马斯、何列、基特、马斯。阿法萨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。希伯生了两个后生，一个名叫法勒，法勒就是分的意思，因为迄时人就分地极大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约丹，约丹生了阿玛达、沙列、哈萨、马菲、亚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奥巴洛、阿比玛利、示巴、阿菲、哈菲拉、约巴，这拢是约旦的后生。因所住的地方是为弥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。这就是闪的子孙，各随因的种族、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国。这拢是挪亚三个后生的种族，各随因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因就伫地上分为邦国。